大家好，今日应该会同阿婆来讲学，因为学法爱动少讲啊。读幼稚園讀幼稚園嘅時間，唔會講國語。不過係讀國小、國中就冇嘅學法嘅環境，係啊，就學法就唔會講嘅。故咗愛當然愛練習，係啊，當然愛練習。同阿婆打嘴鼓哦，因為我都有講海風，不過就冇你較多人講語言，係啊，故咗我講海風有上些會老語言就落落曲曲，落夾夾，今日應該會來問阿婆一啲問題，一啲問題。唔係木卡青苔嘅聲音咧，係啊，線皮青條路，線皮左條路，本卡西嘅老太路埋去讀書，係啊，有乜嘅想法？就我講個我咪愛讀書啊，做嘛我愛去做條路。當時冇安尼想咧，個安尼個木卡個印記乃唔好啊，食材做乃唔好，冇安尼個想法。當想愛去讀書，唔過唔敢想。聽擺有同我講，讀書嘅時間讀嘅動學係冇？係啊。或者數學，或者就動物。係啦，讀初中嘅下啦，集合啦，到擺做100分。你動力學啊，係啊。要考到或者國防醫學院。係啊。就冇去讀。係啊。因為或者原因啊。原因就鄰居啊，像我脾氣強啊去考啊，考轉來見冇考到啊，佢就來同有客人講，啲學校當唔好做，唔得去讀安尼。就不能騙。咩叫有客嘅水準較高啊？也都冇含啲。學校嘅事情啊，我也未動可惜係嘛？吃到。係啊，係吃到當大爽啊！當大爽，不過有較未當苦啊，未冇奈好講。因為冇錢去讀嘅。係啦。不過也下未。有乜嘅就嘅成年嘅未動有成就啊！做線上啊，做乜嘅教授嘅點會講？教書。係啊。因為要乜嘅就本家庭就付出很多乜嘅心力，係冇就嘅成就就係養嘅聲音嘅學聲音嘅台，本佢讀書係啊，一下聲音咪要做好嘅條路，係啊，嘅做藥劑師，係啊，做嘛會做一個條路？我初中畢業做醫院上班的啊。初中畢業。做醫院上班的啊，做學到也方面的技術啊。加過來過後，可以藥店會派啊，冇派啊，冇執照。係啦，冇執照就是因得讀書啊，拿到執照。
才做咧快乐点。这世界几多岁？哦，我是读书噶，28岁。28岁，去读英德。有执照，要继承。冇咧，32歲，33歲就有執照咧，就考到咧，讀4年啊。4年哦。讀4年啊，28歲就開始去讀啊。做一道條路，冇強有嘅條路係嘛？係啊。係啊，咪講要做山。哦。係啊。做山係因為就開始家下。網友排好快樂店啊，做開裁縫店啊，開到東南園。哦，係啊，做上做到東河。做10年啦。10年。做10年東南園啦。哦。做唔起。還有做嘅乜嘅接生嘅。哦，對啊。嘅用嚟講，產婆係咯，產。對啊，嘅是安尼啦，嘅不是正牌的。哦。不過條牌電影咪冇乜嘅醫療嘅。係啊，因為因窮下來是對因幫忙嘅啦，佢已經窮下來啊，家下安尼嘅醫藥冇發達啊，就去處理安尼啊。當到父母差嘅是醫院啦，對話你啊。哦。一下就從退休嘅。係啊，退休到屋卡就等你聊。係啊。不過要學嘅學佛啦，當到課上啊。係啊，係那個培訓啊，培訓咪廣東係根本要驗收啊，要問培會。培訓培幾多時誒？3年前就培11000人嘅啊。哦。家下是有安那個北京會考啊。也3年都因為疫情沒有摸盤啊。摸盤北京會考嗰種冇去台中考啦，想要疫情唔想去台中考安尼啦。哦。也3年未培加1度嘅啊，唔過冇去考。培按到時未記憶力動畫。哦。係啊，培我唔記得。佢講講當你就會去航路。這身體5點半航到了6點半。哦，就當你去運通。係啦，落水冇去啦。哦，也未動畫要培訓，要運通。係啊。個上嘅廣論嘅課啊。係哦，上課也身體動畫啊。係冇？係啊。係啊，還好啦。做啲活到老。寫到老，係啊！啱學法要乜嘅？要講嘅乜好喎？要進步啦！要進步係啦，講嘅通嘅啊！講嘅通係啊！因為啱當橋冇講下啦，係啊係啊！就乜嘅？最近也按橋。就嗌為打天花伴阿婆，係啊，就講法，係啊，就進步一點咩？係啊，係啊，不過有下嗌咪講嘅冇乜好啦，就愛繼續學習，係啦，好，今日就講到呀，大家您做咧同嘅阿婆阿公共學，因為也嘅語言會要個幾年就會唔見體咧，係啊，有上嘢就學啦，係啊，有上嘢冇學會唔見體咧，也發會唔見體咧，係啊，就上愛。你講嘅唔好，
不过就会紧讲。紧讲就会紧进去。系啊。按姿势。按姿势。生猛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